9品以下都散了吧。散了。哎，您不能上去啊！哎呀，让开，上面人我都认识。哎！哎，自己人啊！姑娘请，我来蹭个饭行吗？请坐。这2位是？我们是小范大人的门生。哦，坐。干净的，可以用。这菜看着挺精致，味儿也还行，量小了点儿。你来江南办事儿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这话怎么说啊？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2国功法嘛，我知道你在江南，我都给你带过来了。等会儿啊。给。迁移道心法，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？我确实跟你写过信，想要交流功法，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。这样，回头我也送你一本。送我什么呀？我的霸道真气啊！干嘛？那不说好的交流吗？有来有回。行。哎，这真是多谢你了啊！多久不见，变这么矫情了？不是，我知道这天一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，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，咱俩这交情。听说你成亲了？啊？就当贺礼了。太贵重了吧？我也这么觉着。啊？我是舍不得啊，我老师让我送的。苦河大师让你把这给我？那不然呢？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？我老师说了，这心法呢本来就是你娘的，现在算是物归原主。哪儿都有我娘。你命好。哎，刚才那边出手也得谢。这你谢不着我，那水里埋伏的那个影子才是你的杀手锏。哎，你是不是早知道那云之兰要来啊？别说云之兰了，连影子在江南我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太奇怪了。那水里埋伏的那位置也太巧了，怎么看也是有人泄露了秘密。我真不知道，我比你还困惑。算了，不关我事儿。吃啊！哎，你成亲之后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司理里让我问的。哦，他过得怎么样？别问，司理里对他来说，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。你还是研究一下，这是鸭肉还是鹅肉？你不认识啊？说这个啊，这不是鸡吗？盐水鸡是吧？我会彻查，定把叛族之人抓出来。范闲才是关键。到这一步，没得选了，也只能跟李承泽和李云瑞站在一块儿了。三大房绝对不能交出去，不能交给谁？不能交给范闲，也不能交给李云瑞和李承泽，要让他们鹬蚌相争。我们宁家才能够在夹缝中求存。要把三大房牢牢地抓在手里。
停了。谢母亲恩典。把针给我。这。我这就去稳住李承泽，待不久的，只要他一走，江南还是咱们明家的。你是家主，你自己决定。是。母亲午睡，孩儿就不打搅您了。让殿下久等了。您家真是手眼通天，连给宫里的贡品都能吃上，就是这规矩学的欠点火候。商量出结果了。明家上下是与殿下共进退。没人了。家母的确已经午睡了，起来吧。没怀疑你吧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他让我彻查家族，看是谁暗中投效的殿下。这个事得好好想想，看把谁拿出来定罪合适。您家我不熟，你自己找点旁支输出定罪。他们的不够，要定罪，还得是我那几个亲兄弟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！想想，要把我那几个骨肉同胞亲手送上死路，心中多少有些唏嘘啊。你善待人是好事，我没事也善恶一回两回的，但有时候给他们个好结果，让他们看起来感恩戴德就够了。是，可你不能往深里想，人有人的命，你慢慢唏嘘吧。我先回京都。殿下这就要走，事谈完了，不走干嘛？可江南这边还需要殿下主持大局啊。京都那边也看得紧，如果让陛下知道我来江南，什么都完了。如果殿下不能久留，那长公主那边姑姑在访客，也来不了。范闲权势滔天，如果二位都不在，单靠明家，怕争不过的呀。戏边给你留下。明白了，明某以后如何行事，都会请教谢先生。
不用，你自己做决定就好啊。若是输给范闲呢？那也正常。别想太多，守住3大房，努力就好。你放宽心，答应你的不会变。等这事儿了了，林家就只有家主，没有什么老太君。多谢殿下。大爷，歇会儿，做饭。做饭吧，大爷。热馒头。歇会儿，啊，先歇。慢点，都有啊。哎，慢点喝，慢点喝。要是没喝够的话，咱们再来一碗。还能上一碗？可以。哎呦，谢谢大爷。再来一碗。那你要问什么？问吧。您是从京都来的小范大人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范闲。谢天谢地，小范大人，你等等啊！老哥几个，是小范大人呐，没砸错呀！谢谢范大人。哎呀，谢谢啊，本来呀，还怕弄错了。给人添麻烦。哎，那你们劫船这赏钱怎么算啊？岸上有人看着呢，只要砸船，就有赏钱。那这么说，你们一会儿回岸上就有银子拿了？都得掉脑袋，回不去了。你们知道自己要掉脑袋，你们还来？我们是劫官船，必死无疑呀。不是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不是要赏钱吗？这脑袋没了，要赏钱有什么用啊？这个你放心，家里有人收着呢，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，多攒点钱呐。这要是回江北，不就有指望、有盼望了？那你们呢？你们不回去了？想回去，能回得去吗？还是让孩子换条生路吧，这样总比在路上拖累他们强吧？呀，你们这都活不下去了，为什么不鸣冤呢？啥？其实你们不用在这儿劫船啊，你们只要拦路鸣冤啊，这小范大人是不会不管的。哎呀，大人那是天灾，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冤呢。老人家，明家都跟你们逼成这样了，你们就一点都不觉得冤吗？哎呦，大人，可不能这么说，那是救命啊！没有明家，八成早就饿死了。那不说明家，你们都活不下去了，为何不去找官府啊？也不怪人家，我们又不是江南的，说什么也得护着自家人。仔细想想也没错，是吧？让您这么一说呀，我都觉得这谁都没错了。这是天灾，有什么错呀？啊，小范大人，没错吧？没错。你看，我光顾着说话了，得干活了。那边看着呢，我得砸你一下，啊！行，就砸我。砸了，咱们往这儿走2步，看得清楚。这儿能看见就好。那我就砸了。大人啊，你怎么不闪开呢？我不是得让你砸2下吗？哎呦，我这就是摆样子，我刚才都举起来了，你们就3下5除2把我打死不就完了吗？还一个个站在那儿看着。小范大人，江南水匪多呀，你那几个护卫啊不怎么样，你得挑几个好的。
好好保护你啊！行，回头我换几个好的。一定要换啊！那我就再砸一次，接住，让他们拿刀来真格的啊！要不，咱们再喝一碗？那也行啊，再来一碗。哎呀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哎，谢谢。要是江南没有名家，会怎么样？回大人，都一样啊，没有名家，还有张家、赵家、李家呢。这三大房啊，就是聚宝盆，谁守着，谁就是下一个名家。没错。其实只要我回到京都，结果都一样。没有名家，也会有其他家族。老王，在大人，给他们送些银子，送他们上岸。明白。那边收礼的别停啊，给什么都接着。是。大人，也要送我们回去。回家吧，会好的。不行呀，大人，我们已经砸船了，你不让动刀，还送我们回去，那你的官位和脸面怎么办？往哪儿搁呀？做官的脸面是你们。我这就是家住了。罗教，叶枫的明眸怎敢缺席啊？确实是应该的。啊，苏州大小官员差不多都到齐了。迎接嘛，小范大人一路守礼，今日终于到了，咱们苏州也不能落于人后，你说是不是？没有官事，你这敢来凑热闹啊？这就对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小房大人下床没？下来！就是那头，这就是小房大人的床。下来呀！小房大人！哎，老哥，对不起，小房大人！小房大人！小房大人！你是来接小范大人的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听说小范大人要来，一晚上没睡着觉。你说这事闹的？你认识范先生？不认识，崇拜他，诗好，人也好。你呢？也是啊。你不认识这位？我该认识吗？你不是苏州城的吧？不是。在下姓许，富春县任书史。说一个小吏，也敢来凑热闹。身为吏啊，当注重仪表，你如此这般，成何体统？他们也都是富春县的吗？那不是，江南各县地缘都有。你们也配凑热闹？我们是有正事儿。是何等正事啊？小范大人来了！搞什么呀？下去！小范大人，是小范大人！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！
这一箱都是珠宝。这是沙州知府姚青莲姚大人送的，还有这一车呢，都是路上官员所送的礼物，送礼官员的名字皆记录在册。这一车是我从京都带来的，138880两整。这些钱呢，既是路费，也是明智。老子有钱，所以有底气。至于这官员送的礼，都是罪证。本来想着回了京都，按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参下去，但后来南下路上呢，我瞧见这事儿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就看不见。我看见这些事儿之后呢，想法变了。我这13万两，再加上官员所送的礼物，算作路费，送江北灾民回家。各位，江南我是刚来，不熟，这差事我自个儿可办不了，但交给诸位啊，我也不放心。你们也别问我为什么不放心你们，就好像我也不会问你们怎么有精力来接船，却看不见灾民死活。我相信在场的诸位呢，也不会吝啬，咱们也得谢谢这些大人啊。谢谢这些大人。礼物都是官员送的，各位，咱们可得避嫌呐。所以范某就自作主张，请了江南各县吏员汇聚苏州，这些银子就交给他们，分发各县救民倒悬。各位父母官，觉得如何？好事，好事，好事。哎呀，小范大人办事周密啊！我等定当倾囊相助。各县吏员上前。各位，吏者非官，你们多多少少离百姓更近一些。这分发银子的差事，就交到你们手上，绝不辜负小范大人所托。绝不负小范大人所托。这难听的话我也说在前面，各位，要是有爱财的，手不干净，都给我忍一忍。也不妨问问自己，能不能躲过监察院的盘查。贵姓？不敢，小的姓徐。啊，我叫人准备了账册，但你们才是当地吏员，以各县实际情况办事。大人放心，一定完成。各位大人要是想共襄盛举，我这边来者不拒啊。哎，但是别交给我，交给他们。言尽于此，接风宴就不必了，各位自便吧。也请自爱。明家家主明清达，恭迎小范大人。在京都都听说过江南明家，明家见名，不足挂齿。大人稍后。
大人，这位是姜母。二位也是来接风的？将来明家向小范大人请罪。何罪之有啊？回大人，今日江南有所谓名家悬赏令流言，导致小范大人一行遭遇波折。家母和明某只有在第一时间前来请罪，才能稍稍消减心中愧疚。流言，悬赏令一事实属构陷，明家也是在事发之后方得知此事。刺杀朝廷命官，犯了大清律法。若是构陷，没凶犯可就不能结案。明家一定为小范大人追查凶犯。总得有个时限，就是今日。若大人肯赏面登门，天黑之前定给大人一个交代。那说定了。明家上下恭候小范大人。我很期待今天的交代，不会让大人失望的。老师声威显赫，看来明家要服软投效了。万事不可随口断言，走着瞧吧。哎，什么好东西？哎，啊，街上买东西是要给钱的。啊，拿着自个儿玩去。哎，真好。万里也能帮上老师了，不是帮我，是帮灾民。是，老师说的对，我就是有些感慨。万里如今已经走到我前面了。你也可以救人，重要的不是身份，而是如何做人。谨受老师教诲，学生绝不敢忘。就是学生还有点疑问。你说，老师不信官员，所以安排那些小吏礼账册分银钱。可是那些吏员也未必是什么良善之辈，万一他们铤而走险，从暗中牟利，这些从吏者呢，多半是想跨越鸿沟，投身官场。我让他们救助灾民，这不仅是给他们的差事，也是给他们机会。啊，所以他们得好好办差才行。学生受教了。可送礼那些官员岂不是占了便宜？本来是要抓的，现在倒立了功。现在不参，不代表将来不参，名字都记着呢。秋后算账，老师，我学到了。哎，老王人呢？啊，去前面酒楼点菜了。他说大人耍帅，没吃上接风宴，想必一定是饿了。我看是他馋了。如果真的是杀了，今天就白准备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如果四姑殿出了东夷城，那还不天下轰动吗？八成啊，是他的弟子，不知道是哪位啊？云芝兰，四顾剑的大徒弟，祈年殿上见过，见义未改，就是他的。那这云芝兰可是不好对付啊。大人，您给我透个底儿啊！一直守护着您的那位高人，他在吧？哪儿还有什么高人啊？身边只有黑旗了。黑旗可不顶用啊！待会儿要真打起来啊，我用我的轻功，咱们俩先走。哎，那咱们说个地儿，我一会儿自个儿去找你们。哎，
呀，殿下果然是很有胆气呀！老师一路上一直在教我面对诸事，第一就是分轻重。那现在这是孰轻孰重啊？允之兰记恨老师，这就是重。我是大庆皇子，他东夷城若敢动皇子，后果承担不起，这就是轻。起码不敢动正室皇子。哦，好。云之兰，要不是我真气没了，我还真想会会你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真气没了？啊，老王啊，其实一直忘了告诉你了，咱们这一路南下，最能打的就是你了。不会吧？鱼没上钩，收什么竿啊？这谁呀？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江南。哦，说错了，老师肯定问心无愧。您这嘴啊，还是要学学分轻重啊。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！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我也好奇，他为什么出现在这儿。要不我陪你鱼竿？北齐圣女，踏足庆国。郊游不行吗？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让路。早就想领教一下四部剑门下绝学，要不今天？影子大人。哎呀，飞那么高！好了好了，跑慢点，跑慢点，别摔着了啊！别跑了啊！母亲，小范大人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老身应该出门迎接才是啊。
小范大人一个人来的？这江南再乱，明家总是安全的吧？明家誓死守护小范大人。哎，快去叫小范大人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。乖，我今儿没带糖，回头不给你们啊。快下去吧啊！母亲，您这儿还没完事儿呢。啊，再磕2个头就礼成了。大人请坐，我先陪大人聊会儿。这是哪一出啊？啊，过继之力。过继？是啊，他是我的同族，说来也算是我的堂弟呢。今日过继到母亲堂下，从此以后，堂弟变成了亲弟弟，更近了一层。他也算是幸运啊，有小范大人管理，说出去啊，光宗耀祖啊。请用茶。行了行了，礼成了，别磕了。来，起来吧，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就是亲兄弟了。我这个当大哥的，好歹要尽一份心意吧。我呀，年纪大了，没你想的周全。啊，些许小事，若劳烦母亲挂心，我这个家主不白当了吗？你看，母亲都发话了，哎，快拿着吧，孩子们也有。来，孩子们也有啊，快来。去吧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是你们的大伯啊！以后我做主，我说了算，听见没有？来，每个人都有。谢谢大伯。啊，谢谢大伯。拿出去买糖吧，啊，去吧。母亲，家事已了，该正事了。你是家主，你决定就是。小范大人，请上座。哎，这不是你刚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吗？动机呢？利欲熏心，八成是投名状吧。大人南下，动了别人的利益，他可能就是一个马前卒。动了明家的利益？明下哪配呀？大人。三大房隶属皇室，我们明家也就是一个帮忙当差的。所谓的公房器械、人员主事，都是由转运司监管。即便是那些商贾买卖，真正的银钱，也都是要上交长公主殿下的。说句难听的，我们明家就是被养的看门的狗，牵狗的链子放在谁的手里，对于我们都一样。您说是不是？狗也会咬人，野狗才咬人。看门狗讲究的就是忠诚。这样吧，大人，明某今日替明家表个态。大人奉旨南下，名正言顺，明家当全力促成大人收复三大房。家主的话就是明家的话。好，这交代有了，立场也稳了，那这人怎么办呢？私发悬赏令，刺杀朝廷命官，死罪。
小范大人，明家绝不徇私，就请大人对凶犯明正典刑。你们好歹让孩子先下去啊，这都看着呢。既然是凶犯，又何必要过继呢？他虽死罪，孩子毕竟无辜，过继我门下。他走了之后，这些孩子我都会当亲孙子孙女儿养着，他就不会死不瞑目。母亲宽厚仁慈，我若是他，定会瞑目的。小范大人，请吧。这是凶手，正是。利欲熏心，不错。你认罪了？认罪？认罪可就死了。请大人成全。我偏不成全，死不死的查清楚再说。这人我带回府衙仔细调查。哥，能不能让孩子先下去？你安心投案，配合彻查，别担心家里，孩子们我替你照顾，绝无意外。来几个人。小范大人来！原来是畏罪自尽呐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有溅到您身上血吧？血都让你挡着了，我见什么呀？啊？这要是洗不干净的话，就得扔了，换身新的。哎呀，太浪费了！你看这好好的一桌子菜。哦，大人，那这尸首你还要抬回去吗？这都畏罪自尽了，我要个尸体身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把我这个亲弟弟的尸体抬出去安葬，明某去就回。范大人，大人筹银送灾民回家，叫人钦佩。此等善举，明家绝不能落于人后。待会儿再聊善举吧，这血都没擦干净。诸位乡亲，该说的也都说了。明家行善，刻不容缓。大家都干了吧，干了吧。家主，家主，大家都是自愿投效的乡亲们。是。
怎么很多人看起来那么面熟啊？都是为了咱们闵家。好，老伯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是的。辛苦了。小范大人觉着干净了吧？事儿办得驾轻就熟，家里没少死人吧？大家族，生的多，死的也多，习惯了。人数别弄错了。哎，家主放心，加上您带来那个，正好一个都不差。后续都安排好了，都安排好了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要不是数量有限，那想死的人多了。毕竟家人一旦被冥府收留，那可就是改了命了，是想都不敢想。赶紧装车，时间不等人。是，马上送到转运寺。作孽呀！动作快一点啊！动作快一点。谢先生，您找我？我没找你啊。哈哈哈，谢先生啊，这个屋啊，要多开窗，勤通风啊。谢先生，坐呀。请。听说范闲来了。啊，是。老太君的意思，非要给他一个交代，说是悬赏令一事如不早日解决，我明家就会有灭门之祸呀。谢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劝过他了。名义上我是家主，可毕竟人微言轻啊，什么事儿都是家母说了算。令堂这话其实也没错。谢先生此言差矣啊！为人处事当光明磊落，岂能手鼠两端呢？我明家既然已经投效了长公主和二殿下，就不能再与范闲多来往。我们是要避嫌的。明家主心里记得这道理就好。时刻未报。先生放心，明家对范闲只是虚与委蛇。以我刚烈的性子，就算是把我们明家斩尽杀绝，我也不会给他好脸子看。倒也不用过于担心，我也给你透个底，2天之后就是范闲的死期。2天？此话何解？长公主登门访客，已然事成。
那谁来杀范闲呢？别问太多，等结果就好。明白，明白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这明家家主实在是太不用心了。那边刚刚死人，范大人肯定倒胃口，在这儿还是比较亲近些。大人筹银，行善积德，明家尽管困难，也愿捐银20万两，共襄盛举。哦，这江南第一大家也有困难？不瞒大人，明家受长公主所托，代理3大坊货品售卖，常年亏空。哎呀，我们明家呀，也不停地往你垫钱。这3大坊的货物可都是独家垄断，这也能亏钱？垄断？垄断的意思就是独家所有，公益守密。哦，只是天下奸商太多，价钱不好谈啊。这货源也越来越贵啊，这更何况你们都下去吧。这何况银钱入库，都得在长公主那儿过一手，所以这内库亏空，也是在所难免。老太君的意思是，长公主在其中谋取私利？这话老身可没说哟。明白，你什么都没说，我自己意会。哎呀，幸好大人来了，3大坊终于有了希望。我还以为你们会帮着李仁瑞拦我一手，会吗？大人怎么这么说呢？3大坊又不是我们明家的，在谁手里，其实对我们都一样。大人江南之行，最怕夜长梦多。明日我就让清达带大人走一趟转运司，尽快交接。3大坊顺理成章归于大人门下之后，就再无隐忧。说说看，你们想要什么？3大坊在江南，总要有人代理吧？岂会在乎个人得失？明家能有今日，绝非侥幸。仰仗国运昌隆，也仰仗大人鸿福。好茶呀，好茶好茶。你怎么还不走？范闲不会等急了？啊？哦，小范大人只是个过场，应付一下即可。再说，有家母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啊，谢先生，请用茶呀。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我让人去看了，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。内库转运司？正是，3大坊库房所有器物
代代攻防人员都在转运司呢。不过大人放心，我来通报之前，已经让明家上下尽数前去救火了。家主觉得这火谁放的？不会是人为的吧？毕竟烧了转运司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啊。哎呀，幸好我今晚在明家啊，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。校办大人，明家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做出这种事。我知道，当然不可能是明家放的了，毕竟我自己就是人证。不对，也不好说整个明家啊，毕竟家大人多，死的也多。不过最起码老太君和家主肯定是清白的。明某以信义起誓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助大人查清真相。这火烧的夜都亮了。你说抱月楼不再是青楼了，老师以后开着它还图什么？老师想的比我们远。老师也没说这些女子该如何安排啊？没说，应该是想拿下三大房之后再说吧。昨晚那场火，听说了吧？转运寺烧成一片废墟，三大房没了。早不烧晚不烧，偏偏老师来了江南再烧，三大房没了，内库就撑不下去了，这也太巧了。我就不相信，能有这么巧的火。收获满满。是呀。哎，还有，那圆梦在江南下落已然查明，接下来不抓吗？老师自有安排。有点高深。大人，我回来了啊！哎呦，这个晦气呀！我在这火场里边啊，转了一圈，这三大房的仓库啊，都烧尽了，什么也没留下。这火灾原因啊，不好查。人呢？都死了，但这尸体数啊，我查了，和三大房的人员数都能对得上，一个都没少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。这尸体啊，我也查了，我觉得啊，这里边有蹊跷。我一共查了2具尸体，这喉咙深处啊都没有烟尘，这说明啊，他是死后才烧的。但是呢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呢，就只查了这2具。这火灾啊，一定不是什么意外。具体线索有吗？烧得很干净，什么都没留下，没什么线索。你觉得三大房意味着什么？内库，还有无尽的财富。那烧了三大房，对谁有好处？对谁都没好处。所以说，这把火烧的只不过是三大房的名字。您的意思是，这里边另有玄机？老王辛苦，守住后门。这把火要是真有蹊跷，这消息就该快到咱们这儿。我这就去。饭前回到住处，再无外出，毫无动作。他住哪儿啊？抱月楼。
就是京都的青楼。对，京都青楼的江南分号。孩儿从来都没有去过，只是道听途说。看看小范大人，正气凛然的，也逃不过酒色财气。我还以为他会大张旗鼓地查这场火呢。这把大火，前前后后烧的是干干净净，就是查，他也无从下手啊。我看他可不好骗。猜疑肯定是会有的，不过于情于理，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点这把火，没有动机，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明家。这不可能，这要是被查到，全族的脑袋都得掉光。那明家也不是傻子呀，师兄。怎么就不可能？才能通神啊，殿下！可这跟点火有什么关系吗，师兄？我执黑子。为什么你执黑子啊，殿下？啊，因为是殿下。那行，拆迁吧。我还是觉得那场火它就是个意外。可我就觉得是明家放的火，明家暗中染指三大房多年，老师奉旨接手，明家必定不愿呀。可老师已经到了江南，这三大房交了还是烧了，他都不属于明家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？这可是杀头的罪啊！若是库房早就被明家一点点搬空了，是不是就说得通了？老师，我明白了，这场火是明家故意做给世人看的，他们想转移三大房，然后独吞这些财富。哎，人能为财富贪婪至此，还闹出那么多条人命来，他不怕天国律法的吗？那可是江南名家，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呀？他都不是我把人想的这么坏，殿下，是人为财死，人性就是这样啊！空口无凭，我不信，有这样的事儿吗？有。殿下有所不知，我就是这样。我的家，史家镇，就是这么被烧没的。府衙送来的报灾文书上说，天干物燥，意外起火。一镇子的人的殿下，却……你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，才能通神，也能使人不再被人。谢必安那边怎么样？谢必安那边也没有怀疑，毕竟这些年来外界一直传闻，我们母子为了家主之位争斗不休，可实际上啊，我们是母慈子孝。长公主也不会想到，此次我们母子联手，布下如此大局。火场可别出纰漏。您放心吧，即便是查，也会把真凶引向李云瑞那边。毕竟啊，大人物的争斗，有谁会把我们这些商贾之流真正放在心上呢？人人都说，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。可又有谁真正的会去看那些蚂蚁呢？再过几日，调度大船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可这几日风声太紧，不敢妄动。等一切都结束了，饭前回京，我就调度大船，把库房和工人运出海。小心人祸。买通了2个主事的，他们以为这个大局是李云瑞安排的。工人也都很听话，但一切出了海，就尘埃落定了。哼，看来你是越来越不需要我了，自己全都安排好了。都是母亲教的好，哪有孩儿半点功劳？哎呦，我这腿呀，越来越拐不了弯儿了。哎，看来我就是个废人了。
母亲何故自成废人呢？哎，孩儿悲你。你这家主越当越稳啊！没有母亲提点，家主只是个虚名。你们觉得江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？宁家不算。长公主和二殿下，其实也不算。还能是谁啊？有的时候麻烦可以不是指一个人，而是人性。江南这么多年啊，明家一家独大，其余商贾再无起色。明家是富了，但是各县穷困潦倒的却越来越多。所以应该换掉明家呀。换谁都一样，过几年又是新的明家。我这次南下，听的一句话：没了明家，也有别家。三大房就是个聚宝盆，谁守着它，谁就是下一个名家。所以说，三大房姓甚名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本质。什么本质？三大房里边有天下最赚钱的工艺传承，这我知道。玻璃、制糖、织棉、香水，多了去了，样样都是不传之秘。我想放出去。什么放出去？三大房所有不传之秘，我都放出去。放去哪儿啊？放于天下商铺，技术共享。哦，卖出天价，填补库债。是要收费，但不是为了库债。我也没想过要卖天价。所有的工艺分别厘定数目，享用的商家费用1年一交，细水长流，这就叫做知识产权。可这么一来，内库所有独占的秘密就都没有了。可这样一来，天下众生就有了希望。可内库是皇家的呀，天下万民不也是皇家的吗？这说的好像也对啊。我选知识产权这条路呢，就是觉得真正的财富不该是一家一户，也不是什么皇家商铺，而是天下共进，藏富于民。这条路若是走成了，或许能让那些不被重视的性命多少有些分量。老师，这条藏富于民的路，父皇知道吗？